啊，各位聽眾，歡迎到來邊咱學嘅嘅節目。我這個禮拜要歡迎佢哋新椒老椒，隔了就來參加我人嘅錄講嘅現場嘅錄音。我個有我人嘅努力特別唔是幾個數，特別嘅邊呢就是我人嘅差唔多先，佢冇講就係先淡薄。咁我嗰隻菇成椒椒阿bud 歡迎阿 bud。 OK， 大家好。แล้วก็我人嘅老椒搞及干杯。大家好。干杯啊！你看到我換一支對邊嚟啊？冇喎。我對邊，我較早對邊嚟，我不是個這 angle， 我不是個 profile，但我換 camera。起條。看頭整嘢啊，看頭整嘢啊。這邊較好看啊！這邊較好看到。我邊個行啦？我按到。我咁少，我 camera 有啊。各位，等陣要講各位聽眾啊，如果是講要參加我人現場嘅錄音嚟講下，你特別注意邊啲學見到講咩會看，我其實有錄音啦，但是你會嚟講咧，成日當見這個禮拜我落頭一出是拜6月6號早起暗暝10點。邊啲嘅 time， 邊啲嘅點先，所以就是講，我就有興趣要來看喂，即係大把嘅邊呢，我特別去我錄音時間來看，平時攏聽 podcast 嘅人是未看到我即係美股邊呢。然後當今呢，人對看到個咧我特別個小要講咩係亂氣。小嘢一個咧係對外招本，就是講我哋就係講其實要錄音嚟講，係對外招，外招是 twitter.com/johnong。但是講讓愛對外招嚟講係去邊咧，我見到 comment 網頁請手邊有 Twitter 嘅訂咧招咧，我對外招啦。我講聽其實個最好用就是我就是對馬來西亞時候，就是我有要出去食物件時，要招人出去食時，我就講我當見到啲係咪位啊？咁配介紹啊！他哋食物件。哇，我咪阿 dogs 嘛，人個老椒。係啦，我咁樣啦，就是都要對我招招咧。你當見招招係 send 叫人嘅 handphone 啊，未啊？上一俾個。真係未啩？我冇只 expert 喺我呢邊見。sorry 啊。會啊。教安咋？教安阿伯。係咪叫係你？阿伯啲 Australia。哦，我同事你會嘛？馬來西亞未喎，成個是，當我看咧榜頁裏面，講住榜頁裏面就對外招招嘅，唔是榜頁啦，即係現條即係錄講裏面，佢對外招招，佢就攞對外招招，我每隻可能咩？跟住Jelano 咪Jelano，福建，是Jelano，講話呀，講話變等晒Jelano呀。阿 boy，咁小女唔肯教我幾教，嚟，錄，boy 錄 ，good boy，教，聽講好做乜嘛？哎呦，了我講聽，咱當今這個禮拜話題，當佢是，這禮拜話題咧就是調讀啦，人哋我知這個咁配我調讀過啊嘛，你知唔知是我知我咁配？我知你仔。你呢把特別咧，我叫人講句啊！是咩？成個是法，可能是我唔知講是落音是講，還是無落音是講，我唔知啊。特別你講嘅特別比較緊，咱有只一新嘅聽講，所以我只人無講到對去聽個啦舊episode嘛。我陪你講過，你真好笑。冇聽。係，你看阿姐阿伯都冇聽過。你時候你我講聽啦咁配啊，但是你來小姐刀你都未記嘅。你講小姐刀嘅時，你成個話我是只節目嘅，我唔知講，我實對講過冇講過。特別，我唔捌聽我家己 record 嘅episode 嚟。哦，所以你有參嘅你都冇聽啦。我有參嘅我都冇聽。等陣直接講係講數機機啊，我記得個好講啊，蘇打講數機機啊，講數啊，你冇看我機機嚟布袋啊。
Lu hỏi gigi na putih à hả? Tengok. Gigi putih sangat oh. Tiap-tiap hari pun gosok gigi ah. How to change line 咁配講咩 ？Yes 咁配。OK。嚟，當佢哋 start 起咱講我真係燒掉咁配嘅話題性，咱講去照即係選擇阿伯講成。講未講衰嘢。阿伯係咩物件衰？講咗條道啊！即係咩事條道？就人講都就是都笑，網頁人咪人講物件啊？你講嘅。冇啦，我奇怪做咩你知呢嘛？哦，你本班上白嘢，OK，你阿伯講你不條度過啊，你不可能度過啊。唔係啦，佢家己地頭可能多較衰啊！係咪是特技地頭是咩事？到底馬來西亞事？อันนั้นตัวเป็นเองมาว่าไอ้ดำมา嚇我在有朋友去邊頂找我個鋪過來嘛，我坐上去喺你夾嘟事嘅位咯，對哦，對，咁啊即係買物件啦，買白件啦，買布買咩啦，然後應該是幾年啊？2001年應該是，香港家己地頭嘛，你大係答咩啦？你大係答咩啦？我係ด我記得是ตัวหัดลิมแล้วตำรวจแ邊嘛咁嘛坐朋友去行咯แล้ว行去一道都係賣迄個烏白鏡未使未使賣烏白鏡迄個一步一步嘅啊嚇咩一波一波片咁嘛開價咯嘛講減價啦減價10幾箍就咪想哇袂歹啊咁啊你借鐳啊嘛歡喜咯應該是20個箍好像是減出那個9箍反正應該是減佢借就對啦嘛歡喜咯行對伊是加幾若單爾雙一個目鏡咱開價11箍對對個額頭喎朋友個大朋友夠個額頭喎你朋友是外婆人啊？新加坡人嘛？你人兩人咁配家阿伯兩人搞出價哦。有。我看咁配嘅，看佢就是搞個可能度咯。等陣我而家佢講到面嗰可能度。你阿伯你搞出價啊？會使本啊 OK 啦。會使本個可能度。冇嘛，這是有時叫做陰溝裡翻船嗰度。係咩陰溝？叫做咩啊？老鳥小秋啊！哦，老鳥小秋，使家己真厲害呢，特別實識秋。那識秋高嘅額頭啊！你講啊！等陣我每人看人路人家參拜迄個chat room 裏面人啊，特別路講 chat room 裏面人，最捌互人讀，不，咱個叫蝦米名？嗱，即係講咱可能咱講叫話，咱講條讀嘛，咪是可能是條線一筆類啊，是條線片現，可能較就是類啦。咱個別行話講別行條羹咯，條羹哦，我咪聽過喎。條羹啊，羹是蝦米羹？係咧。Anh cắn này cắn đấy à是là này hàng cắn anh cắn này cắn sao rằng speech là sao rằng có xiên luôn hả nè điều xiên nè điều cắn cái cho tầm bôi mà u lăng mà講điều phú咯điều phú điều phú 唔是 literal 的意思唔是只是phú 的意思是可能騙的意思啦差唔多半了啦điều cắn加真正嘅可能嘛điều phú條鋪，你個係咩物件啊？我看到網頁啦，沒有講啊。特別網頁我講聽網頁用是伊個聲較慢，冇出嚟就所以同時有咱每個 question 咧，特別個幾分鐘過一個出嚟。殺率啊，人講。係咪嚟？受惠。哦，受惠。哦，哈，對，受惠。對。即係澳洲邊每我看我 dentist 嘅 phone number，講我 dentist 係教我手機嘅水響。我把這對馬來西亞都會做拍廣告啊，哈，做自己廣告。咱當今馬來西亞最出名嘅廣告係咩票？
扣嘟，對，แล้วก็打嘟是荷蘭啊，打嘟啊，OK，打嘟咯，แล้วก็你先嘟你，伸縮嘟啊，先說嘟，哦，佢哋喙齒對喙齒較好嘅嘛，先說都伸縮嘟是你手機那是敏感嚟講嚇，就拎住咗嗰啲當一條。然冇。因呢嘛，一講過呢，你講卡就，哎呀，對唔對？你講馬來西亞卡，人唔是嘅，哦是咩？唔是咩？馬來西亞是可以也長大啊，隨意就頭，也長大啦頭，哎呀，嗯，我講嗰啲條道，แล้วกำพุย呢，咱唔會กำพุย啩，人就會，你得只隻條道，嗰時話是一個呢？安尼條毒是。可能撈累啦，對唔對？特別有分正濟種嘅嘛，有佢哋撈錢嘅本有啦，嗰時你去買物件條毒嘅本有啦，對。對，隔了未使講。把你愛 share 是多一種。凊彩你是㗎。OK，我先講去食物件條毒嘅啦嚇。我去食物件是會條毒嘅。食物件咩條毒咩？因為嗬。我嘅面啊，搞我媽面是咪菇印出來嘅，我媽尋嘅朋友是大卡嘅，唔是咪菇印啊，紅菇印，咪菇冇用冇誒，紅菇，你學人看到我嘅媽時啊，看到大卡嘅嘛，所以我見我本是條毒本嘅咯，之後我玫瑰啦，我去食海鮮，我問伊係你尖啊。皇帝佔迄種大隻吼，像黃梅幾類啊吼，伊甲我講滷啊，需要600好啊啦，安尼反講好，然後加一個吼，我叫阿媽朋友去問嘛，講誒你去問我一隻水幾類，伊走迄個梅幾類，伊講250呢。所以差唔多出來是條毒本。做咩事咧？你哋邊是可能試人哋邊啊？因為我面甲我嘛面上，แล้ว我嘛參嘅朋友是大卡好嘅人嚟，人食物件成免講類嘅，去考慮下面嘅嘛，免講類嘅，所以成係種海鮮嘅人看咧，安尼很大卡來嘅啊，啲都是有攤睇就睇啊嘛。我是無食無食啦。無食無食，無食無食係啲係咩啊？啲水啊！伊講啊，講老朋友啊，知道你10幾年啊，搬去互你啦嘛，再10到小都唔知。誒，等陣我講聽。你能夠食大聲？一大聲？唔是，你能夠甲人講啊？你尋我去啦，就搬伊嘅，我捌伊嘅事啦。啲事實是我可能大家唔知變把錯嘅咯。大家變把錯，對。點解大家要個變把虎去？打去。跟住嗰一群人啊，等我看看一句，有一個 chat room 裏面人甲我講，你使甲我介紹我嘅一個 MySpace 嘅 page。我笑廣告MySpace page 10塊。Anyway，嗱我解廣告，即係啷個己去，嗱是啷愛去看，啷個己去看啦嚇。嗱我拍到啲 chat room 咪啷去看。嗱是講要到啲 on air 拍廣告咧，大概100塊，嚇那下咁時啊，那時我很好睇啊！我俾飛機多嘛，俾飛機多，做乜你叫我介紹啦？那時你唔是去日本？去咩？日本啊？唔是去日本咩？對，我要去日本，我講聽我對馬來西亞省，對馬來西亞甲對日本。你日本爽咯，我頂過去對嚟嘛。哦，對，你本地要去吹即個豆腐嘅嘛，係啊，特別無用啊。無用啊！如果落雨，拄好講去是落雨個寒。豆主講我裏邊啊，我裏邊我做4年做節目 free 好浪噶啦個裏邊。แล้ว豆主一地都冇彈。拍了未？未個。
我唔知，我寫下伊啦，啷個去看佢咧網頁入面看啦嚇，直接咁樣叫我拍廣告係咩咧？10塊到啲咧，香港嘅網頁入面10、100塊到啲邊咧，我見到只報一下。講到條度嚇，但係咱度人。OK，個一句，哎呀，一句叫我講，哎呀，了，四人面一句是 Voldemort 一句來，我要講咩？嚇，了個條度，等即係一句講，咁配冇講到個，咁配 ，hello，咁配對嘢啊？唔知冇對，我淡薄比較做誒，放曬啦，唔知咯。哦，電話。冇啦，放了啦。咧，等下對啊，即係。你冇調讀過咩陣？哇！等陣我覺得就，安怎？等陣有個人笑我哋，我講咩？你可以打給我嗎？我聽不到，但是我沒有 recording 的幫我。哎呦，唔知你講咩的我實在人去叫你老師，老 problem 來講叫你人教你，幫嘢人教你。OK，我不調讀過，就是去上地俾咩叫事，你真係上地啊！你合嘢嘅呀？係仔。你往被潑到真係哦。俾潑到，夾落邊咪就係被潑到，你真係你潑被潑到嘅人去阿姐叫阿嫲啊頭整下，咁咪對住阿嫲行，你係你被潑到，阿姐，你咯叫，你是咪是被潑到咯？然後我阿嫲就只，你就我細漢那時，所以我無咩曉講笑到人條人讀路嘅，你就，然後你就咧大漢咧，那大人那大漢那教啊嘛，咧就講有人是。你俾物件是特別細緻，幾時先去旅行嘅時啊？多啲係人哋教讀，多啲係嘛？了。等陣 master and slave 叫我換我邊去頭前，講我較引導啊！哎呀，結束 OK。了我咪是去上地咯，咧是講姐買咧是我媽講，我直直跳我媽講安怎叫我一個你超，一直直。伊下咧穿嘅時候，伊咪是夾潑到一個咧下落去咧穿落咯，另外一個手下，另外一個手就你嘅伊穿喺落去咋，哈！你話嘛講你超，一啲阿姐，你嘅加攞咧，潑到嘅加攞咧，潑到下落去咋，我嘛講超，一啲嘅下落去咧半位喎，然後我嘛是我就話嘛破開坑啊嘛，然後一直頭啊。大去石哨咯，梗厲害呢！你冇注意看下都是死嘅。你個一種啥物啊？水類嘅，你只水類。哦，水類嘅呢個水類。你成水類後，如果你只看到下對不來嘅是睇落，唔知幾淡薄咧，嘢。一個起路個好個啊，一個好路嘅彈，好路削者咯咋。冇係你起路個好個，我掉一刀頂角嘅，別，伊講我走路，一隻腳尾啊，全部人啊。哦。等，噴機器啊。哦，手指腳尾冇出來，就失索去啊。冇出來，你不要嘢打人講唔知。你不要計講啊！你特麼好你計一行計幾多行，你咪計到啲打計幾啊？袂嘛，你去台灣誒，你幾條街仔賣物件，了轉起來是啊，落死啊，喙整不就整啊？那有一時你有一幾多塊你學人先嚇？有幾多把啊？就是咯。台灣唔係日本啊。是我講聽唔知台灣嘅，我看你其實係旅行嘅位本是真用到嘅。because 人看到人寫水魚呢，講好話講。Kiki，是咯。水魚是叫。在呢啦，在呢個病。在呢超寬咯，在呢本是講我聽在呢講事，你冇去過啊？八，調讀本有，讀人本有啦。安怎讀人呢？讀人好了，佢講我去深圳嘛，深圳嘛真係喺你店嘅咯，就，我去時喺你
左邊大大地頭嘅可能就講講下咪，講關講嘅，講個樣咩路啊，你都成功了，講。哦，所以你特別咬，你被面皮特別只教咁畫過，你就算贏了。你咁學咁減咩學，減個只嘅咪減咩學，你行走，讓愛白路啊，你行走，行走能白咩路？我第好笑是當時我去買褲帶啊。我俾個大加一萬50塊人民幣減個二十塊肯，減你講 OK，我講 OK，我講買了我行走到，我錯啊，我錯啊，你這個吧，你講未講？錯啊好，錯咩？你錯，用華語錯啦，錯到什麼時間啦，了我時間啦咩啦，แล้ว錯我行啊，個無講就會了，伊叫我點啊，伊講15塊好多挨喎。我特別嘈聲啊！你錯啊！你講10塊買啦，我10塊好咯，計掉10塊。哎呦，我會掉牌喎呢。未啊你，樣本錢無幾類呢？哦，真正本錢嘅本錢，樣起個8%呢？哦，我急個8%啊！我急個8%呢？勁。我嘛調過樣去中國，會俾你Samsung 嘅綁 handphone 呢？嚇，綁 handphone 上面綁咗一 case 啊，是一case。攏一大杯減個半時啊，換成好勢啊啦，減個剩4塊呢 ，OK 啦。แล้วมันจะนอนเดียวแกรอเนี่ย另外一打香嘅包香嘅變兩塊。哦，誒，我講未รู้啊，你講咱這個人民幣嚇是咱馬來西亞幾類？那是講要 convert 去馬來西亞，就咱講10塊是人民幣是幾類？唔知咯，你去 XE convert 看。等我 check 下。去 XE convert 看。我 convert 到。我 convert 到。人民幣啊 ，ringgit 啦。人民幣到 ringgit。你 iPhone 冇咩？有啦，但係你 launch 掉，特別我冇係人民幣到啲位即係。ringgit 啊。ringgit 去人民幣是Chinese yuan。Chinese yuan。Chinese yuan 一塊 ringgit 都是9咁我塊嘅啦。咩人民幣較大過咱馬來西亞類咩？冇啦，一塊 ringgit 咁我塊嘅。叮當唔是較少咩嚇？唔知咯，我用外宣度都 convert 啲。Chinese yuan，但我看 Chinese yuan 係講1元嚟講啦，是咱馬來西亞嚇5半啊，咯51對。一半啦。一半啦，10塊啦，面是講你俾你靠到5塊呢。我冇咩有咁嘅。都是學人讀嘅啦。我小人讀。水壺啊。對，我是水壺對。啊，咁會對啦，有咁。放曬好咧。等下，冇放曬啦。寫少。我成細人嘅揾啊。係咪細人？喺邊話？哎呦，炒咯！你大媽是唔是食酒壺？唔是，我食叉燒。食叉燒放燒賣啊！食叉燒啊！我配紅酒。係咪叉燒配紅酒什麼㗎？冇嘛，我講嘛紅酒嘛，白酒嘛，แล้วtừng lần嘛是叉燒紅酒酒壺白酒咯。搞咯。但係我講你啊，等講到咁配到昨天嚟之後，你講就你條道告訴。弟弟有人亂我都等陣。哎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ต่咱講到啲，咱講食物件每條道啊，食物件。你講到食物件，做咩？我讀人。一讀。我放工了起航嘛，做工嘅事啦，去買披薩。然後就去教試過我除了去買披薩，然後去早考去訂嘅，去9個等咗咗，都被切掉嘛，都起航掉嘛，等了一個唔掉order咯，
我嘛講伊咯，講我個 order 一個，緊互我調嘅 order 物件咪貴咯。伊講 OK， 嘛行去4箍9個，我可以4箍9個咯。然後轉個出來時，我問我婆講，4箍9個爾咩？伊講無啊，6箍9個啊。伊話咪隨4箍9個，應該是調錯啊，這樣嘅數。特別無啦，安尼 I don't think 安尼隨調度啦，安尼是隨。無啦，唔是調啲撈嘅嘛。報調哈，安尼是隨報調。特別調度是出即全班去先人嘅個調度。對。調度啊，愛講 Gurney Drive 就調度過咯，真係。Gurney Drive 真調度。Gurney Drive 伊古邦阿伯甲了選去一邊嘅時陣嘛，大係個Gurney邊啊咯，浪頭邊啊，係唔是浪頭邊啊嘅海邊嘛，海邊啊，咧有幾若搭啦，尾白垃圾是別幾條湯嘅啊，有時看到都像啊，毋是本地人款啊，伊開節嘛。特別你毋是打掉到伊夾，是毋是打掉到伊個招牌位咩？有誒打無誒嘛，你看往頂刀是可無啊，嗬，頂刀當金甲有呢，頂刀冇嚇。頂刀是來。會記嘅。係咪啊？等陣條線，伊想你看你成個外國人面咩？我無上外國人，可能以前我毋是邊人，我參條規定毋是邊人嘛，甲我講華語，讓台灣過來朋友嘛。佢食咯，了幾條湯就我頂刀俾佢扣字嘅嘛。แล้วอีกาคุยแกซีคอโย่我冇มี咯ผมสูเลยคุยแต่ทั้งซีคอ你不要跟你呢，你別讀啊，可以錯啫。我冇你胡玩有見咩啊？對，唔得我唔會啊，我想人讀啊，你玩攤有劍啊？你係咪？你繼續對係咪？劍鋪啊？佢就對係劍鋪啊？我舉掉用劍做嘅嚇。你跟你 drive 掉讀地鐵道嘅價格都4個塊。我想到我條讀聽到什麼啊？我條讀係隻 taxi。馬來西亞。到底馬來西亞邊呢？我隻 taxi 就我最邊冇一個其實對我交過幾號對唔知，肯定講呢個時我個報告啫。交過幾號啊？未記，即係12號、13號啦，交邊呢？12、13，未記啊。Anyway， 我條到我邊呢嘅時就掉成咗，我知道，你這做什麼未記？我條去，我要去做喙齒，我要去看去 dentist，แล้ว我拄好我姊無閒嘅在驚，แล้ว我爸人個唔知做咩啦，我唔知別記啦，就是because 我對面嗰時我比較換車咧，就係你只驚車就窒咧時摩托拜噶啦，咧圍到你邊一陣別碰咧，我就驚。所以我對面嗰時我冇換車咧，因為我是講我要去做喙齒咧，我爸嘅教我知單別好事嚟講，所以我講我叫我冇你幫我，就啲得嚟學掉成咗，我使去邊幫曬啦。你學到你就係勁個水嘛？你嗰時我就直頭個情氣，你我未超困，哎呀死！我就是在勁水，我夠棒咧，不旁寬，那叫旁寬。然後我咧去咧，你個旁，你學到我唔知名做咩啊？我未記名咩啦？以前唔知叫有隻學到名做 Federal 係咩哦？我。唔知啊，檳榔嘅嘢，我到底捌聽過，我未記我唔知咩學到啦，我未記啊，我即係去入邊嘅我就because 我唔是要去幫曬呢個，我本未幫曬啦 ，because 我教我爸嘛，只啦時我要幫曬啦嘛，呢時個要去用 internet，然後夠啦你。伊學到我聽講學到有 free internet 嘛，呢時我是直頭走去用於 internet 咯。你一個用 Skype 個 phone 可能講電話跟人講話，呢時我就用咧，時我咪是，我就成日講啦，我去探人一邊嘅時，去可能讀另一邊。然後我就是講，我俾叫的士咯，我只講你接的士啊個，在幾塊個700塊可能嚟搞嘅，一件我係你做出去位啦，我不記得補嗰邊。แล้วอีตัว講ว่าอี講ลูมาสิจีแท็กซี่ขี่啊咯แล้ว我ตัว
袂曉在哦，我只少特別人一taxi嘛，然後我就行出去啊，迄個人就看我到啲 hotel 位遐，個去幫衫，個用 internet 嘛，成個我大 hotel 咯。伊講我你袂 taxi 啊，我使叫你叫，個好，OK 你咪叫咯，叫得來就是 C 啊嘛，你就是想講我是 tourist 嘛，來到一頭花甲去邊嘅時候，賺咗20塊。哈！你我乜一頭學伊喎？我唔知講幾年我袂曉計伊個無夾 meter 在哦。伊講我講啊，真係無夾 meter。伊講我 one at time 無夾 meter。伊講 hotel 接嘅就是20塊。伊講你講是唔是掉刀？係掉刀咁樣樣？把刀我對住，把刀對，但是講係一樣買佢 meter 嘅時候，佢幹你呢？你買佢 meter 啊？叫你鋪啊？你話我倒路啊？你話你度我啊嚇，我去教你報告佢世界，你超自敗，哇派！馬來西亞的士冇kilometer啦，馬來西亞的士冇kilometer，特別要5 meter 喲，以前有meter。kilometer kilometer個架死啊，跳個架緊啊！哦，唔是，用 kilometer 係用超個meter，嘟嘟嘟嘟嘟嘟嘟咧嚇，快嚇。你話冇就是用個用坐落去做食風，叫 round 嚇。對。我特別經過霸王車。個有咩？什麼的士個有啊？在古邦格達啦，定當時我講隻個另外隻什麼的士個，我講呢一隻唔係，我咪講過我最尾叫一隻 bus，我咪好咯，隻 bus 嗰度咧，我先冇收到嗰啲舊嘢你 destination 我就驚，所以今日咧碰見嘅荷蘭去，等陣我看你個接咧，到底係講，但係咱講咩物件嚇？啊，什麼的士，咱看到到底嚟講，我先學撳佢講，先撳佢調差落攞刀。啊！但只要講下你食物件掉毒嘅呀。除了嗰啲啊，係 Northern Cafe 是唔是？我本捌啲俾荷蘭毒過啊。是唔是 Northern Cafe 嚇？我唔知。講頂擺兩去做嚟割迄邊，我唔知叫咩名。啊，即你知我做嚟叫多邊呢？我有聽 ，OK。頂到是你度聽咩？還是你聽到啲句嘅？我不要。我聽到啲句。我是講真你無，即當你就嚟拄啊咧嚇，你琴日對我嚼嚼，你個就講我其實去大隻。我使經別人嘅嚼嚼咪經路嘅。你咪經我嚼嚼，你人再看到我去大隻呢？啦 ，OK 啦，經路嘅嚼啊，經路嘅嚼啊。嗱，嚟將佢個當條托開咁你講。OK， แล้วทำให้ว่าขอกันเลยก็จัง Voldemort 被17號妹話 John On at being popular or not popular 啦，講你其實少人家唔見我哋本地38。住 Voldemort， 住你是住嚟 Voldemort 被17號幫你摸是佢一條喺面。幫你摸被17啊！我善椒幫你摸被17是善椒。哦。原諒你，善椒。我就比講唔係椒椒，我椒椒是 twitter.com/邊唔對，哪裡？這是。昨日椒椒唔是叫咕咕咩？冇，嗰啲是我正椒，這是我 Twitter 嘅椒是叫做咕咕bird。阿咪，佢對椒椒是叫椒椒。嚟，講個對。嚟講個對。我記俾隻物件，迄時我記俾隻物件，我係朋友佇騎路來嘅，然後嘛出去食青湖哦，然後不生不，河女嘅時嚇，因為叫食一項物件食嘛，啲咩叫叉粿條啦，咩福建麵啊，邊撚嘅6個福㗎了啊，啊叫隻青湖哦。你就過來食，哇！伊捧過來時，你就食濟咧，啲邊燒驢就嘛，隔兩看每日青湖過來時，伊講17塊，我冇聽到咗。17塊，我冇注意講伊是多一個，就17塊嘛，互伊哦，咱就互伊過啊吼，食飽起車嘅時，傾偈時，我行咗食隻青湖17塊。你一頭無，你學業你一頭無想到，你就17塊出來時，你袂心痛。
會啦，特別人哋呢邊少女等了嘛，慢慢咩好咯。哦，你17塊咧？特別有可能冇呢？我看17塊有可能冇咯。你真本身冇只快，你加你即有可能只借落去本呢？有。特別有17塊呢借咩？有可能一金，那邊有金。我個冇食到金甲慘啊！特到去坐落去食係時啊！你剛剛17塊是我嘅鋪呀，我係跟嗱這邊20塊定20塊免走。你看到我阿公啊，阿金培。有啊。所以你看到我20塊啦，10塊。啊10塊20塊免走咁樣。我先我就可能怕。我哋即係學特晚就係隻卵入面學能幫啊，唔是學能幫，係咪啊？幫你冇87號啊！兩隻隨就變得學嘅咧，幫你冇，未看，幫你冇兩隻隨就變得學嘅咧。特別你是變得學嘅咧，你就是變得人本來就是你有聽。沒有我看，對佢，你我講，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候，對檳城嘅時候，popular 嚟講，我咪是特別嚟不記得，為就我啦，而你扛嘅 camera 翕攝影嘅翕 flash，冇 film 啊，冇嘅，寫大大嚟擺哦。唉，歡迎咪姑，嚇，歡迎咪姑，對嘅檳城。直接飛機俾搭10號講 ，John pull down your pants shoe free。I mean， 你叫我咁是 free 還是 freeze？ Seafood， 叫I mean freeze。你講 pull down 個 pen 你拎咪 freeze 咯，把隻 pen 成掉嘢。你合併拎嘅話正做啊咯。多水對啊，冇想啊。對，你嘅機，你嘅 freeze 啊，我明。你哎呀，我做邊間未揭我特別拎。看我 anyway， 咱講到對這裡金配不等陣你金配你有隻你第一大條可能讀會告訴什麼呢？可能老淚哦。我知啦，安怎老啦？年少無知哦。係咪年少無知係咪做？囡仔未曉。見菜啊！囡仔驚。點到你細漢啊？10幾歲時啦，可能老淚咯。成日我就講啊，太講義氣啊，應該咁講。哦，太做人太有義氣啊。你是唔是為即係朋友老啊？是安尼款，我捌到一個朋友啦嚇。然後迄時吼細漢嘛，無講真有類買好了嘅電話嘛。那時嘛有人甲我講哦，即個啊便宜嘅，特別是正水機啦，是安尼款講啊水機啦，一粒電話毋知便宜幾百箍安尼款咯。然後我想着講哇，安尼款買會貴嘛？對。然後我就講我朋友原本捌講過愛買一個電話嘛，講啥甲了人做嚟招來買咯。嘛，然後招啊。迄個人就甲講，就要壓淚，就要學伊淚先，應該也得。你講招來買是講你幾耐朋友做就買幾耐粒呀？唔是幾耐粒，是幾十粒。哦，哇！咱大人愛一粒，還是買加幾粒去買？是啊，我愛一粒，可能我愛兩粒啊，因為我一粒我會想買一粒啊。แล้ว我朋友本愛我打掉兩粒，你看讀個了差不多。幾十粒我哋看啦，那時伊嘛講哇，亂安尼濟粒啊，看你哋學淡薄女性啊，然後我嘛想講時本吼安尼濟粒電話，伊本驚人嘛是毋是？然後嘛切，甲了做個參詳哦，也累去哦，也累啊吼，病因吼伊咁樣再不見人。哇！แล้ว你朋友累甲了冇甲了去啊？是哦，我一人打咯。啊！咪你講打，所以你學你無教你朋友摕女性啊，你家己學你一家家嚟。就是我甲無是，就是因為我甲我朋友人甲了已經摕女啊，甲了也着迄邊女啊，甲了做者也去病院互你人去啊。你係講特別等一禮拜，反正伊就會寄互我，咁啊就一禮拜過後都無收到啊。
你捌你即個朋友捌落久呀呢？你未係一個朋友啊，真係是一個朋友呢。係啦，即個朋友咧是捌落久呀呢？幾個節安尼款咯。4字淡薄，尤其是但是講到啲 online 一個朋友，一個朋友嗰是好朋友介紹嘅朋友咯。你後尾介紹真啲。你好朋友不正氣啊？是你好朋友唔知，你好朋友咩是條道咧？有人試。我好朋友在這樹啊，一頭不正氣。伊是歹勢，還是一頭唔敢來見你 ，because 你伊朋友好善咯。可能本掛。可能哦，特別迄時是條命甲小去哦，真係是條命甲小去。我就是咪你厝人。我愛馬德啊，我愛大寶命啊。特別你是唔是識白？因為養狗啊，是啦，養狗啊 handle 佢嘛。幾類嘅咧，會使講啊。10幾 K 啊。10幾 K， 我先得做一條嘅。是啦，這個是我感覺到，互我做對唔對嘅事，就是這個哦。迄一道起啊，無安尼影響先人啊。就是我講是我一來我只驚本來喺條道，我講聽第要緊嘅物件啦，然後希望我撳佢甲人講咧，咱會即告訴嘅，互人淡薄細緻淡薄。我頂到時我們成日看我覺得講我無咩開鏡嘛，我真係講歹勢你知道。嗱我講亂俾條道嘅人啊，迄個善人類嘅人呢，用第一搞就是利用互你感覺歹勢啊、戇牛啊、無好事啊，還是斜講啊，你看你俾就互你快做 make decision 咧，係我做一頭線路嘅，你看呢？你顯正啊，你顯正，但是你面皮搞笑講，類是你勤苦團隊來呢，伊當然一句伊要談的是伊嘛，所以若是講愛單應該是伊單嘛，你要斜講人做咩對？所以我特別就是咱善嘅款嘛，咱係俾件事，咱個時候講，嚇對，咱可以談咗，咱個時候講死咯，等陣5分鐘都冇意哦。有陣時咱個可能想法啊嘛，因為人嘅可能人嘅人可以甲你講啊，你愛到咩，無等人俾佢你都冇啊。對，就是你看，就是講，就是你家己你本談嚟講，就是你境界咯，境界人善咯。啦，我就甲你講，我這本事我家己唔對啊，因為我講義氣哦，我講每我朋友愛咪朋友，嗱講我冇講義氣，講嘛是我家己一人了。係啦，我夾打起我叫每我朋友，你愛咪你講咯。係啦。少，你特別我講嘛 golden rule 咪貪咪驚死。哦 ，golden rule 咪貪咪驚死冇 rhyme 咩？啊，免究竟是 golden rule 嚟啊嘛？等陣我想看，即係講緊我係啲。你講咪？你講係咪貪啊咩？咪貪咪驚死。哦。咪驚輸啊，咪驚死啦，特別條樓啊，特別條毒啊。就是我咪驚死，去條樓嘛。哦，你是驚輸，驚貪辦機。算驚死本嘛？你就是無驚死，你無驚死。OK。無驚死講可能騙，講可能騙。特別我講聽一道是我頂住是我厝，你即係我講聽我教到安怎啦，我面皮是真正教啊，講聽邊觀察幫羅恩教。我養落來，有一個人來我厝 ，because 在當今美國經濟嘛無咪好咯。然後伊樣就講我厝這邊有一間修理車嘅 mechanic，伊講伊嘅生意無咪好，然後是就叫這樣做成個 promotion 嚟看咯。喺度嘅一條紙好啊，一條紙裏面呢，你唔知我唔知是40塊係，你40塊到一條，唔知40塊乜別記啦，40塊一條。你講你使裏面你使換油，唔知6刀是幾刀，頭一刀是 free 嘅，第後尾一刀本是 free，然後第二中午嘅呢，都中午嘅呢條河唔知10塊，唔知貴半幾蚊啊，10塊係唔知。換車油，然後我咪是講話
本是偏本嘛，特別我講我們咧加上線路，你一個人看到啲垃圾物，成個要看咁唔知百佳未百佳嘅看，你知啊？所以對佢嚟我面頭前每個每一個每我看俾我講，玩咗上線路咧，我只睇我都冇，我就講我觀察方面嘛，我最後講玩咗上線路咧。我講我唔知講你是到底是俾什麼女部，你講哦你使拍電話去問看，所以我講你等陣啊。我腳琴我每一週自己住裏面拍電話，依嘢你俾車，你做車人就，做車人講有我人有嘅 promotion，我講攞是唔是有叫隻人出嚟個口會俾講下，講我人是白，伊講是樣是車樣嘅伊個公司，咧是白人公司去賣，可能啊，所以講 OK，因為我是出對每時我講講，我頭媽歡迎每人啊，特別我 still 冇上線路，你講。哎呀，安尼啦！伊講我背你行李，伊講伊講我背你行李，我知我靠我家己攤 commission，我家己靠我家己 commission 好咯。伊講，我講特別我講賣喎，我講我成日，若是講我做可能嗰隻積壓嘛啲，我家講。伊講特別我有要攤你嘅 commission，我有要攤你嘅行李遐，我咁運了我一個，伊講若是當然你無買嚟講，我一百本無啦，是甲我講。OK 啦，你俾我放我顧慮咧，我放我半件啦，20塊又唔知，不20個塊就面啦，差唔多半件呢。然後我講 OK，你等陣我笑，我笑過咧時我講 OK，那是我下隻後女會使咩呢 ？instead of 可以很女啦，很女我是無學嘅。我講下隻後女，那是講下隻後女後我是拍水講，我就買一隻物件，我一頭走去咧，喂你唔係緊啲，就講下我買一隻，就是講你即個物件是無一隻係鮮話呢，我一頭一隻嘅 cancel 去嘛未 cancel 掉。對。然後我下隻後伊咯，然後伊講嚇 OK 啦，買貴一時，特別啊！我冇夠腳個，講你走啦，走嚟我眉頭整角，我眉啊，你肯俾別物件我老師教你講啦，我是冇咩上線了啊！你使叫你定期行到你邊，你我翕照笑應。哇，笑妖！我都穿咯。我都穿到你啊！我講我就笑應個，我叫你看。我都解咗你你啊！我做工了。我知啦，我講我是愛，我是叫講你平時講人嚟你面頭整你隨國門你度學嘅咩？冇啦，特別有一本隻人看老女嘅。啊，隻人嚟面頭整老女嘅你知啊？你特別我 check 到嘅咧是正，我去用過啊。是講我就講，若是面皮較舊淡薄下，了嘅唔是滷嘅，了嘅是because 伊咪是你識講伊咪是照談成呢 ，instead of 我講我一頭賣去，伊咪是下面咁冇談嘅咯。對。所以我確除掉就效應啊。啷個別人話咩講是講嘅，啷個是講掉是了，我確除掉就效應可能看。伊特別成滷可能在哪裡來門？我除掉先看。咩，我看到嘢啊！等陣我冇用。要小曉咗都你18我講你啊，依個笑個，我講咧，我講你細叫你定件喺度裏邊可以笑，依個叫大笑都走。你講 OK，你家己笑嗰陣笑人啦。我講你就是頭一擺拄到上我嚟笑人係。你講下。你講是唔是？那是要你寫的人就未大漢嚟估咯，嗬？是哦。伊會食猛咁走咯。嚇，杜蘭那走去啊，嗰時。唔係，我講，那當今我談的是我談計減，特別我無聊喎。但是講你，即是你要談乜嚟講，你咪就要出較濟力淡薄。話咗你派談咯，個講得好毒。我定到好當見無了。我講聽我定一擺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就頭 ，because 我特擺是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是 feel 到成個人我是講我美金嘅類後，我特擺你即對係你對 convert 淡薄隻聲音，唔知是 3.4 3.5
2 3.4嚇然後你咪特別 convert 啫，然後我試你即但是講到睇，就是美金話 ringgit 嚟講，對啲成較突啊嘛，because 對太看下濟嘛，有當時有你咪見啊，有你咪見冇本啊。有時我特擺下頭對其實冇咩關係，是我就只應成個講，哎呦，這個辦件好，這個辦件，然後我特別想講，特別冇我別使邊個 US。convert 起來了，我特別到啲 logo 嚟人講辦機，我梗係細辦機，你知道？所以我就那時我當然對佢我冇咯。我那時講就係講啊，即係特別樣較濟人嘛，唔使講我比較對嚟，我就唔是講我冇聽。我學嘅女嘅起床飯佢女。起床飯一半，起床飯一半開女，我要一粒唔通開啊！我起床飯一粒唔通開，係特別麻油，跟特別麻子的頂面，唔是麻子嘅咩？麻子，唔是麻油麻子。My hair girl，my hair girl，各位 hair 特別換gel please。Please。我對其實我講聽我對其實我對其實是變做 reverse 了咋，我是成個我聽到時期，我真唔使講到啲我咧，哎呀我未記有咩 building 啊，講到啲咧我是啲唔是啲咩，那關啊教育學那關啊教育，我破下淡馬路講嘅你什麼啊 Maryland，係豆嗰邊啊。豆啊！講一定到去厝，直起啊，直歪啊，你厝啊邊啊！我唔知攞嚟叫啦。你樓頂一間 restaurant 咪做娘娘，是唔知變娘娘係食啦，攞嚟叫。伊到啲露台，伊到啲你外口會開起來。Anyway，我睇樓頂嘅時候，因為是嚟你 waiter 嚟咯。Hello，師傅啊，師傅啦，我直頭同我講喂，見你唔使你講我冇話咯，你真係去 restaurant 時講我冇話，我就看佢邊咗講，你唔是鄧人啊？冇，唔是特別伊淡薄成個伊配按咧，伊淡薄成個 Eurasian，伊淡薄成個有個另外差唔多另外邊，我看啲成個感覺啲成個另外邊嘅，係咪？你我就講，你唔是鄧人，你係講no yes 我講你唔係講福建話。點去 ？Yes， 真衰嘅咯。We cannot speak Hokkien，你講。你是我講，啊，這邊 speak Hokkien，到底路是邊度來？我是邊度來？就是邊使講福建話，我講。一直到拍成一走，冇對來。真衰嘅。because 啲倒水係嘛，你可以就講阿莫話，講唔要緊，我是邊度人？你使講我講福建話，我講。你講，我未使講福建話。一啲伊頭夾樣未使講緊話，可能是咯，應該是咯。那係都係條炒係條叉你啊，如果你我係，我是講，我是奇怪啦，講 because 我講聽，我特啲馬來西亞頂到我想起，我是到這邊來估啊，我對馬來西亞我就看到人，我是自然就是講福建話咧。你冇見過時候，你就講我特人是講福建話，要見到時你到國國啦，你對佢嘅時候，你看到人都 automatic 嘅講福建話咧，你冇想講被講阿莫話呀。แล้วรุ่นสิบปีเขาก็แค่ว่าอะไรก็ว่ามันสิกะว่าบาลีว่าแล้วขอเขาเขาก็มีอ๋อแล้วสิก็ว่าสิขอเดียวสิก็你不要講嘅話，你唔是鄧人咩？我真係多驚啊！哎呀 ，anyway，咱個有咩個有幾呢？咱咁樣講啊，咱點先咪講阿妹一嚟啊，快！哦，對到啊！我屬個另外嘛然後正點winter 時有啥 promotion 啥，無相嘅邊日，無相嘅係葡萄乾啊，冇無相 promotion 咯。然後舊年應該是舊年對，舊年年頭，舊年年中是 winter 是就讀知道啦。講買12罐送2罐，然後一罐係價8塊嘅啦。OK 嘛，未歹嘛，咪甲伊買咯，買咗寄來嗰個，寄到 office 時，แล้ว嘛講好勢啊8塊一罐就係辦機，開起來，開甲好人寄啦，炸實啦，แล้วมันน่าจะ開起來啊，咁แล้ว歹啊，咁แล้ว成一個錯啊，超水嘅，แล้วมัน call 到對嘅電話咯，歹啊，
了 because 伊 call 我時是有 reputation 嘅電話嘅嚟嘛，我 call 轉去電話冇人聽咯，了改啊咯，夾緊去 check credit card 咯 ，charge 我5刀啊！哇哦！我伊唔知寄咧超水嘅你招號路一個卡路500。啊，特別好彩啦，正嘅 bank 有係你 fraud squad 嘛，伊可樣咯，可樣樣，伊 credit card 伊個會甲你保路來睇哪？高嘅杜啦，保啦，高嘅杜啦。哇！這樣是就倒咯嗬。金配呢？多香。金配呢？阿妹一個。啊是講了。暫時冇啊，可能係別件。誒，但係你講嘅 handphone 係其實唔是路嚟。是個拄好拄就上，你唔係講。是哦，我不想揾尷尬掉啊！你自然夾硬我講出來，我冇你甲你講，你點嘅時候讀你變巴錯，你咪喺度看你你講聽巴錯度吹嘅時候，對面係劍虎加膠啊！個丙嘢嗰啲讀我甲你講啊！劍虎加膠加。劍虎膠加，又去吹，哇！死病好了，哇！好了，我甲你講，我把做一隻好食嘅，you're good 啊你。係啦，好。講你食，係啊是。嗱，明明咁樣轉到等於食好。OK 啦，我講聽下禮拜即個本來福建節目是真正大件事，真正大事啦。講一個禮拜來聽，禮拜都唔多對來聽。若是你是本來福建嘅囝，若是你是讀中都等你，我禮拜節目了是講中都嘅故事，所以歡迎你多對來嚇。好了。感謝我哋嘅特別嘉賓，即個禮拜教講教笑教幫照誒咁配。แล้วก็ว่าอะไรสินเจ้าเป็น老เจ้าเลยอาเบิร์ด感謝拜拜下禮拜咱再見過啊到底係聽中都你告訴我拜拜拜拜